各位乡亲，目天转到厝内，厝犹原是迄间厝，人犹原是遮个人，毋过目天的心已经无共款，以前坐会调，今仔日坐袂调。伊勉强去做工，勉强去食饭，勉强去困，外表亲像拢无代志，心内却完全无滋味。这个重担一天比一天较重，亲像一直提醒伊，毋通阁拖落去。各位乡亲，有诶重担看会到，有诶重担只有家己知影。目前想靠家己较拍拼，靠钱，靠朋友，靠拜拜，想来想去，心内犹原无平安。到这时，目天才真正明白，无路通行啊！毋是外面的路，是真正无法度救家己。若无上帝开路，永远找袂到平安。传道人这句话一直响伫耳孔边，用这条路去，莫回头。目天开始相信，真正的出路只有一条。各位乡亲，人若行到家己的方法拢无效，才会开始寻求上帝的方法。目天敢会踏出第一步？要知影后来安怎，咱后回继续讲落去。